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ctor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商場，叫做大運天地。其實大運天地唔單止一個商場，因為佢裏邊包括有個體育館啦，同埋游泳館，同埋兩個湖，而佢亦都有好多食肆同埋鋪頭可以行。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行下大運天地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一齊睇片。睇片前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， 我個 channel 叫咩啊？ Victor 多樂士。大運天地位處龍崗區，佢個地點其實比較遠。如果你由羅湖或者福田口岸搭地鐵，大概都要1個小時，搭到去大運中心落車。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就嚟到咧大運中心，就同大家咧行下街。咁大運中心比較有特色嘅，佢嘅商場就唔係話室內啊幾層嗰啲，佢大部分咧都係 outdoor 嘅。咁啊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就行下呢個商場。咁同埋我都解釋下點解我會咁中意嚟大運中心。一嚟到大運中心嘅地鐵站，就俾佢上面咧嗰啲裝飾吸引到啦。咁咧就好有特色嘅。咁咧你會見到前邊啦，都好多嗰啲咧，好似做運動嘅圖案。因為咧呢度咧其實有一個體育館，好多嘅運動啊，或者係演唱會咧，都會喺呢一度舉行嘅。好啦，跟住沿住 C 出口啦，一路行，上行人電梯就會直達大運天地嘅商場。其實成個大運天地佔嘅面積係52萬平方米，可能大家對呢個都冇乜概念。咁我哋好熟悉嘅維多利亞公園就大概19萬平方米，即係話大運中心大約係3個維園咁大。喺圖中所見，其實1、2、3都係一啲體育館嚟嘅。而商場、食肆同埋湖主要喺7、8、9呢3個區。咁而家咧，我就同大家行下呢3個區。一上到嚟商場，就見到好多賣精品嘅鋪頭，啱晒啲年青人去行。咁亦都見到超級安踏啦，呢一間店呢，我都幾中意去行街買下嘢嘅。好啦，沿住扶手電梯上去呢，就會去到大運天地嘅地面啦。一上到嚟就見到好靚嘅裝修啦，而好明顯睇到啲佈置都好有特色，花咗好多心思去做。而我自己咧就最中意上到嚟欣賞下呢個湖景，而對面咧就係體育館，好多名歌星咧都係喺度咧開演唱會嘅。今日都幾熱，咁啊後邊咧呢度就係大運嘅體育館，好多名歌星包括周深啊、謝霆鋒咧都會喺度開演唱會。而喺湖嘅側邊亦都好多食肆，其實你可以想像下喺度飲杯嘢對住個湖。其實真係人生一件樂事，而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嘅餐廳可以選擇，例如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店啦、西餐廳啦，咁我哋嘅出品都好靚㗎。而有啲餐廳嘅蛋糕好吸引，我每次去到都忍唔住想買一件嚟食下。另外仲有食韓式烤肉，我見佢啲套餐都幾抵。其實依間我都食過，性價比好高。如果上第2層呢，就仲有好多唔同嘅選擇，例如有食壽司啦、川菜、牛肉火鍋、江西菜，亦都有冰室，林林總總任君選擇。由於我自己都未食 lunch， 最後我就揀咗呢間咖啡店去試下佢啲西餐。呢間咖啡店裏面嘅裝修雖然唔算好靚，但係嚟講呢，坐落去都好舒服，最緊要就啲冷氣夠。咁我呢就喺美團嗰度呢就揀咗個套餐啦，咁有一個呢沙律啦，一個呢就係三文治同埋一杯嘢飲，合共就係82蚊人民幣。好啦，喺等食物嘅期間，容許我做個小廣告，以維持我平台嘅運作。
嚟咗深圳1年，我每年都會做體檢，而家去做體檢都去美廉大健康，一啲體檢套餐由千零蚊開始。如果有時有需要做 MRI 磁力共振或者 CT 電腦掃描，都係幾百蚊，費用係香港嘅1/10，而且佢哋個儀器都係外國嘅品牌，例如 Canon、Toshiba、西門子等。另外仲有廣東話嘅醫師講解醫療報告，唔會有語言嘅隔膜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掃圖中嘅 QR Code 加入群組攞優惠，同埋可以安排做體檢。美廉大健康係上市公司，係全中國最大嘅體檢中心，有600間分院，每年體檢人數超過3000萬人次。喺深圳有13間分院，遍佈喺羅湖、福田同埋深圳灣口岸，非常之方便。做體檢揾美廉。好啦，話咁快就嚟有杯凍嘅 latte。好啦，而家試飲下先。哇，大熱天時飲杯凍嘅 latte 咧，非常之好。奶味同咖啡味咧都 OK。好啦，個套餐包括一個咧沙律，咁裏邊咧有 nuts 啦，同埋有啲生果啊，同埋番茄啊、青瓜咧都好新鮮嘅。好啦，個主菜就係呢個雞嘅三文治啦。咁咧啲三文治咧都烘脆咗嘅。咁咧你會見到啦，裏邊咧有啲雞啦，有3層嘅。咁下邊仲有啲番茄啊、生菜，睇落個樣都幾正。好，食三文治之前咧就戴翻個手套，唔會整污糟隻手。哇！你睇下幾口。好好味喎啦！佢啲燒雞裏邊咧落咗少少蜜糖㗎，咁咧就有3層雞肉，我覺得非常之正。好啦，食飽之後繼續行街。其實大運天地除咗食肆多之外，亦都有好多嘅商鋪，有唔同嘅運動體育用品或者其他知名嘅品牌。呢度品牌多，選擇多，可以講係一站式嘅購物中心。如果真係慢慢行，真係可以行足半日。呢度仲有一間書店，其實我每一次嚟都唔知個字點讀，我唔知係咪叫做不見，後尾我就入去問個店員，原來咧佢普通話叫咪，廣東話其實叫覓，尋覓個覓。好啦，沿住書店隔離個行人電梯咧，就會向咗另一個區。再行前少少就會見到另一個湖，喺湖嘅右手邊就會你見到好多食肆，呢度嘅環境真係十分優美。喺遠遠見到一個亭，但望真啲，咦，上面好得意喎，好似恒生指數報價機咁嘅。睇真啲，原來呢，佢係一個啤酒機，係一個自助售賣啤酒嘅機器。裏面有晒唔同啤酒嘅報價，十分之特別。另外，呢度亦都有一間好大嘅 Camel 專門店，我都好中意喺裏邊去 shopping。呢間專門店裏邊都好大，主要都係買一啲體育用品同埋衫褲鞋襪。呢頂帽賣69蚊人民幣，一 pack 2對嘅襪賣39蚊。另外呢對鞋賣499。呢邊嘅湖呢，就叫北區，頭先嗰邊就叫南區，而呢個北區呢，都係以食肆為主。
依間呢就食韓式烤肉，依間唔使我講都知食咩菜啦。依間就食創意嘅韓餐。其實大家諗下，如果喺天氣冇咁熱嘅時候，坐喺餐廳個外邊，夜晚食下飯，飲下嘢，同三兩知己一齊傾下偈，真係人生一大樂事。另外呢度亦都有一間好大嘅專賣寵物物品嘅專門店，裏面有俾貓同狗嘅零食啦，價錢都十分便宜。另外俾貓同狗着嘅衫仔啦，選擇都十分之多。仲有俾貓玩嘅毛毛啦，同埋一啲餵糧食嘅機。仲有一啲沐浴露，呢度仲有幫寵物美容、沖涼啦，另外剪毛啦，呢度都有好多朋友帶埋佢嘅狗狗嚟一齊行，一齊 shopping， 十分之開心。大運天地嘅夜景其實都非常之靚，而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夜晚有人喺度唱歌做 busking， 氣氛十分之好。今日呢條影片去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